1992年，自由人出版集團推出咗一部極之精美、刻意走難度最高嘅科幻題材漫畫。主筆司徒劍橋同埋創作人劉定堅都為呢本漫畫用盡最大努力，毫無保留，為當時香港漫畫界開創更新層面。Z 係英文字母中最後一個，正好切合目標構思。香港漫畫要超越日本，就好似人要超越神，成為超神，所以漫畫嘅名稱就名為超神 Z。喺1993年7月嘅香港書展，超神 Z 終於正式出版創刊號。數以萬計嘅讀者為咗搶購，唔單止推冧玻璃大門，大會亦因為讀者過分擠擁而恐怕會發生意外，宣布喺場館內禁止出售超神 Z，成為香港歷史上第一本因為太多讀者搶購而被禁止出售嘅漫畫。超神 Z 唔單止喺香港成功，繼而喺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等東南亞地區亦建立市場。喺95年更加進軍歐洲等地，包括法國、比利時、瑞士、盧森堡都有超神 Z 海外版出售。同期，日本亦出版日文版嘅超神 Z。我哋終於成功反過嚟，叫日本嘅新一代欣賞香港漫畫。而正在洽談版權嘅地區，包括美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荷蘭同德國。我哋深信超神 Z將會係世界性發行最成功嘅科幻作品之一。同時，我哋亦積極籌備超神 Z 動畫版，分別同韓國、日本為超神 Z 製作過試驗性質嘅卡通短片，可惜成績都強差人意，未能夠有驚喜嘅感覺。超神 Z 係代表絕對驚喜，動畫一定要有同樣嘅成績。經過3年嘅部署，等待電腦軟件同硬件嘅成熟，同時亦等待人才嘅成長、經驗嘅掌握。喺1996年7月嘅香港國際書展，超神 Z 電腦動畫終於誕生。呢幾年個全世界個3維電腦動畫嘅軟件發展咧，就一日千里嘅。咁大家見到喺幾年前電視上見到嘅3維動畫製作嘅廣告啊、電影啊，同呢幾年內發表嘅呢啲咁嘅動畫、電影啊，相差分別係非常之大嘅。咁喺全世界或者喺亞洲區或者甚至乎喺香港咧，都見到大有進步嘅。咁呢啲過去呢啲動畫軟件需要一啲好大型嘅電腦啊，需要個製作時間啊，要好複雜啊，同埋需要一啲program 啊，一啲程式嘅編寫員啊去操作嘅。咁而家呢啲電腦動畫軟件咧已經可以好簡單。可以喺一啲相對比較平嘅一啲工作站啊上面操作，咁同埋呢一個用戶嚟講咧，佢需要嘅訓練嘅時間咧就縮短好多啦，因為呢個軟件越嚟越容易用，同埋呢個價錢都越嚟越平。超神 Z 係世界上第一出電腦動畫 OVA。係世界上第一出改編自漫畫嘅電腦動畫，係全亞洲區第一出電腦動畫長劇。更重要嘅係第一出由香港人製作嘅卡通片。Media Graphics 全真動畫有限公司就係負責製作呢出電腦動畫嘅公司。喺製作方面，全真動畫首先嘅工作就係將司徒劍橋創作嘅人物設定喺電腦裏邊完成。咁我哋收到劍橋嘅人物設定之後咧，咁我哋首先會分析下成個人物嘅設定個樣係點做啦。咁第一樣我哋會考慮到嘅就係佢個面相嘅造型啦。
咁其實喺呢個3D 動畫裏邊咧，佢個空間你好似可以當佢做一個模擬嘅片場咁樣啦。咁你自己就係導演啦。咁裏邊咧你可以攞任何嘅形狀嘅出嚟嘅。咁好似而家我開始做個人頭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攞咗一個球形出嚟嘅。咁大家睇到喺個球形裏邊咧，咁大家見到呢個 camera 啦，咁就可以隨意咁睇唔同嘅角度嘅。咁而家呢個球形咧，其實係最基本由點線面開始組成啦。咁每一個點咧，你都可以自由咁去喐動佢嘅。咁等於你好似玩泥膠公仔咁樣，你又可以將佢搓圓撳扁啦。咁而家大家睇到隨意咁喐動，好似拉個鼻哥出嚟啦。咁亦都可以 scale 佢啦。咁大致上個程序咧就係我哋一路喺度 modify 佢啦，一路做啦。咁慢慢搓下咧，就會做到一個我哋需要嘅樣出嚟啦。咁呢個就係由一個球形開始變做一個人嘅樣啦。咁至於身體方面咧，嘅方法亦都係差唔多嘅啫。咁我哋做咗個身體啦，之後咧再加埋個頭啦、手啊、腳嗰啲落去咧，咁成個人嘅外形咧就會出到嚟。咁大家睇到而家個人咧有啲衫紋肌理喺度咧。咁其實我哋啱做完一個model 之後咧，佢係冇顏色冇紋理喺度嘅。咁我哋就需要到另一個同事咧幫我哋畫啲紋理啲 texture 落去咧。咁我哋就可以根據呢啲紋理 texture 咧，就可以黐翻落呢個人嘅身上邊。咁成個人嘅造型咧就咁樣完成。基本上咧，我哋接到 model 之前咧，我哋已經知道將會要做啲咩 mapping 嘅。咁我哋會根據嗰個 model 咧，就揾一啲有關嗰個 model 嘅 reference 啲資料、參考資料。例如呢啲皮膚路面或者啲戰鬥機機械人嗰類嘅資料啦。咁啊方便我哋第時去做嘢嘅。咁如果一啲比較複雜嘅 texture 咧，咁我哋會喺白紙上面先畫咗一個preview 之類嘅嘢啦。咁方便我哋日後去做嘢啦。咁減低日後做嘢嘅時候嗰個遇到困難嘅機會啦。咁至於畫 mapping 比較難嘅地方就係譬如啲人樣啦，會比較困難啦。因為佢畫出嚟同埋到將來 mapping 喺個人上面咧，可能會有好大嘅差別嘅。咁分鐘咧，我哋要試5至6次咧，先至試到一個比較好啲嘅效果。咁每一次都可能要改好多細節嘅嘢啊。咁消耗個時間會比較多咯。咁嗰個困難就會喺呢度啦。咁基本上一個 model 如果 mapping 做埋一個 mapping 之後咧，大致上嚟講佢都已經叫 finish 嘅。人物角色喺完成嘅同時，佢哋就根據劇本同分鏡分配佢哋工作。呢個時候先至係工作真正嘅開始。咁收到劇本之後咧，我哋照個劇本嘅意思咧，計好晒嘅長短快慢速度之後心裏邊有數啦。咁我哋就開始 set 個 camera 啦。咁我哋當然係照住劇本個位置啦，大致上分好個鏡頭之後，就輸入電腦話俾佢聽個 camera 個軌跡係點樣運行啦。咁佢嘅好處就係我只要將起點同埋終點兩個 point 嘅 data 俾個電腦咧，佢會將中間嘅時間做個過渡，就唔使逐格去喐動啦。OK， 咁我 set 好咗 camera 之後咧，覺得 camera 冇問題咧，就可以做個人物嘅動作啦。咁個人裏邊咧就好似一個骷髏骨嘅骨架咁啦。咁我哋會將佢逐條骨咁樣喐，類似人嘅動作。俾晒所有嘅 data 電腦咧，佢亦都係將所有 key point 串聯 OK 啦。咁大致上係覺得動作冇問題啦。咁我哋可以試下俾一個現場嘅氣氛佢啦。咁氣氛咧，我哋通常都會用呢個 lighting 方面去營造嘅。咁我哋先設定好啦燈嘅顏色啦。OK 啦。
假時間係咁樣啦。咁我哋就去睇一睇嗰個氣氛係同我哋嘅設定有冇分別啦。OK， 睇到啦。好似而家咁，可能覺得話或者個光度太強啦，咁我哋可以根據頭先嘅資料咧，我哋再將個燈嘅顏色校暗。好啦，大致上係咁啦。咁將所有嘅燈光咧做好之後咧，我認為冇問題啦。咁其實我哋就基本上嗰個程序、動作、環境、顏色都做好啦。尤其是個 camera 覺得同嗰個 storyboard 嘅設定係相符之後咧，我哋就可以開始 render 啦。render 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將起點嘅格數同終點嘅格數俾咗佢之後咧，俾佢解像度同埋名，照翻呢個 PAL 嘅1秒鐘25格咁樣去運算嘅。咁我哋可以開始 render 噶啦。當所有圖像 render 完咧，我哋當然要 check 下啦，check 下有冇蝦碌啦。OK， 完全冇問題之後咧，咁呢個階段就告一段落啦。當之前嘅 rendering 完成之後咧，即係話電腦掃描程序經已完成啦。跟住我哋要做嘅咧，就係會做一啲特別嘅氣氛或者效果。咁通常喺呢啲情況下邊咧，我哋通常會採用 particle 呢個 system 嘅。咁因為 particle 佢哋可以做得出一啲比較特殊啲嘅效果啦。譬如我哋喺畫面上面見到嘅煙啦、火啦、電啦，我哋通常都會利用 particle 去完成嘅。咁我哋首先會將之前製作好嘅畫面嘅圖像處理得比較簡單少少先，跟住再搬上 particle 上邊。咁我哋而家見到啦，喺 particle 上邊，我哋已經裝上咗一點點嘅 particle 上去㗎啦。跟住咧，我哋會完成呢個矯色啦、大細 size 啦，或者係佢嗰個殘像控制啦。跟住當我哋完成晒所有呢啲步驟之後咧 ，particle 就可以進入 rendering 嘅部分㗎啦。當我哋完成晒 particle 之後咧，就會進行最後嘅合成效果。要完成一個完整嘅畫面，佢哋就要交俾另一位同事進行合成嘅部分。嗱，而家我哋有 background、摩利陀佛嘅 motion 同埋 particle 啦。咁首先咧，我就將摩利陀佛嘅 motion compose 落去，落個 background 度。OK， 就係咁啦。然後咧，再將 particle 嘅 picture 咧，再溝埋落去。咁咧，3樣嘢合成埋之後咧，就變成咁噶啦。咁咧，仲有咧超柔光咧，呢個咧就係將鬆咗嘅圖咧轉做 mask， 跟住咧就將鬆咗嗰啲圖咧就再冚翻落去原本嗰張 picture 度啦，就達到有超柔光嘅效果。係啦，跟住咧就已經可以將3樣嘢溝埋一齊 ，background、摩利陀佛同埋 particle 溝埋一齊啦，合成部分已經完成啦。以上就係全真動畫製作一個鏡頭嘅時候嘅基本過程。我哋頭先介紹咗以上嘅製作過程啦。咁除咗頭先我哋睇到嘅之外咧，我哋喺模型嘅製作啦、鏡頭嘅運用啦，或者其他方面咧，都會遇到一啲困難嘅。咁因為超神2 set 本身係一本以漫畫形式出產嘅連環圖啦，咁所以喺表達嘅情形上邊咧，佢哋除咗喺嗰個畫面啦、構圖啦，或者係其他方面咧，佢哋都係會以喺紙上面睇到形式出現嘅。但係 3D 立體動畫咧就唔同啦，因為我哋要將所有嘅平面設定啦，將佢轉成為一個立體嘅公仔嘅。所以我哋中間所遇到嘅咧，除咗係人物嘅表情啦、動作啦，或者係場面之外咧，我哋喺捕捉本身主角嘅神髓啦，甚至乎佢嘅動作啦，我哋都會遇到某一程度上面嘅困難嘅。喺製作上咧，其實動作咧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地方嚟嘅。咁就
好似頭先我哋介紹過啦，咁喺電腦上邊咧，我哋由一點去到另外一點咧，係可以喺電腦裏邊 set，但係佢之間嗰個運動咧，就我哋需要用我哋自己嘅經驗我哋嘅技術去調校嘅。咁點解咧？就係因為譬如我哋做人嘅動作嗰陣時咧，就唔係，因為人嘅動作咧就唔係一條直線咁去嘅，而嗰個運動嘅路程咧係好多細節喺度嘅。咁呢啲細節咧就全靠我哋自己個動畫師去嘅經驗，憑我哋動畫師嘅經驗咧就去調校啦。超神 Z 喺香港比較已經係受歡迎嘅漫畫之一啦。咁所以我哋喺製作動畫嘅時候遇到嘅譬如主角嘅神髓啊，或者係動作場面嘅表達啊、場面啊，亦都要經過特別嘅處理啦。所以而且亦都作為香港第一套電腦動畫卡通，我哋所承受嘅壓力啦，或者對自己品質嘅要求啦，亦都係好嚴謹嘅。除咗以上所遇到嘅困難之外啦，我哋喺機器或者人手咧，都同外國會有多少距離嘅。喺人才方面啦，香港嘅電腦動畫發展只係短短呢幾年之間，隨住亞洲市場嘅拓展啦，需要大量嘅人才，所以我哋公司亦都喺今年嘅9月舉辦咗一個電腦動畫嘅訓練課程嘅，希望藉住呢個課程能夠培育一班新一代嘅電腦動畫製作人員，去滿足市場上邊龐大嘅需求嘅。喺今次超神 Z 製作當中所使用嘅電腦軟件 Soft Image， 喺以往世界性嘅電腦動畫製作中都擔當非常重要嘅角色。而家就等 Soft Image 香港代理亞洲電腦顧問有限公司介紹一下呢個軟件。Soft Image 呢個軟件從一開始喺亞洲推出嚟以後咧，受到廣大嘅歡迎同支持。喺香港得到我哋 Soft Image 嘅客戶嘅支持底下咧，我哋 ACC 作為一個代理公司，亦都得到一個良好嘅發展機會。喺過去幾年，大家喺電視或者電影上嘅見到嘅3維動畫咧，基本上超過80%嘅電視廣告製作或者係電影製作都係採用呢一個軟件去製造。呢個電腦 Soft Image 呢個電腦動畫軟件咧，亦喺世界上亦都喺好多大型嘅廣告電影製作入邊出現過嘅。咁喺早幾年前，大家見到嘅侏羅紀公園Mars Casper 喺最近嘅 Jumanji 呢啲嘅電影咧，係亦都有採用到呢個 Soft Image 去做呢啲咁嘅動畫。發展到今日呢個地步，我哋好希望能夠衝出淨係大家常見到嘅電視製作、電視廣告嘅一個框框。最近我哋其中一個客戶 Media Graphics 製作呢一個超神 Z 嘅3維卡通片，我哋好高興可以提供我哋嘅經驗技術，去幫佢哋完成一個好有歷史價值嘅呢個卡通片。點解講有歷史價值咧？喺香港嚟講咧，從來未試過有一個咁大型嘅3維卡通嘅製作。過去大家喺電視見到嘅一啲都係幾十秒嘅廣告，甚至乎喺電影嘅可能見到嘅係1分鐘2分鐘嘅3維製作。同埋呢一個超神 Z 呢條片，我哋可以引以為榮嘅就係全係由香港人自己本土嘅構思、設計、製作，由到後期製作、發行、包裝各樣嘢都係我哋本地人自己製作嘅。咁我哋作為一個系統嘅供應商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超神 Z 呢個片，能夠推廣呢個3維嘅電腦動畫呢個行業。超神 Z 第一集終於面世啦！喺今次製作過程中所吸取嘅經驗，相信能夠令到跟住幾集，不論畫面同埋其他方面，都會有明顯嘅進步。我哋好希望得到你繼續嘅支持。第2集再見。